朋友到早，欢迎收看5月2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北非的摩洛哥是传出佫有建筑物熊放起，至少造成14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这款代志是当地半冬来已经发生第二件，这牢固建筑物的安全佫再受到关注。 搜救人员抢时间，伫搜救队当中找找犹阁活的人。离摩洛哥首都拉巴德东边200公里的第3大城费兹，日一半暝，一栋4到6层楼高的建筑熊放起，因为附近人真多，相关单位赶紧撤离民众，有防进一步发生意外。搜救队当中有人是重伤。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倒去的建筑真旧啊，是中世纪80年代起的，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救援行动直到日时才结束。 费兹是摩洛哥真有名的4大风城之一，也是西元8世纪的首都。互人讲作是西方的麦加，甲非洲的雅典，保留中古世纪的风貌。互联合国列作是世界文化遗产。区内有超过9000条巷仔，会当讲是全球上大的卖场。也毋过嘛，因为城市真旧啊，建筑物有安全的记录。2005年12月，同款伫咧费兹也发生2栋4层楼高的建筑接煞放起的意外，迄当阵造成上无22个人死亡。放起的原因是违法佮打起哩，也若放起进前，建筑物已经出现空棚。迄当阵摩洛哥官方就讲，国内拢总有要4万栋建筑是有放起的风险。也若日即件事故放起的原因，检察官已经介入调查。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再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讲要和咱的总统赖清德通电话，这是引起各界关心。总统府秘书长潘平安表示讲，目前是无接到任何的安排，嘛强调台美之间的关系无阻碍。因那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认为讲，维持台海和平是美国自本就有的政策，所以对这军购是保持乐观的态度。 Do you have any plans to call President Lai of Taiwan before you make a decision on the weapons package? Well, I'll speak to him. I speak to everybody. We have that situation very well in hand. 川普搁再表明，家己会甲总统赖清德谈话，佮讲会开始处理台湾问题。不过传来通话会伫什么时阵？总统府秘书长潘平安跟他表示，台美关系沟通无问题。赖川通话有签名吗？消息会跟大家讲。川普总统，你电话拍来也是要来台湾有机会见面，你要请人吃啥？元首之间的对话有它的严谨性，那该有的礼仪我也会做。 甚至呢，我想希望川普总统可不可以开扩音哦？那但是呢，因为涉及到这个国家机密哈，那至于要喝珍珠奶茶或请他吃臭豆腐，我都可以。台美关系这样子的相关议题的辩论、相关的议题的这些讨论，我想在华府会变得非常的激烈。这个过程，我们国安单位有做什么样的准备？不管有什么样的这些发言。 那我们跟美国的这个结构性的关系都是非常友善的，台美甚至是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台海和平稳定。那在这一方面，我们跟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不止立场一致，我们的利益一致。 美国国务院伫总统529年谈话了后，佮声明对台政策无改变，也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3公报加6项保证做指引。不过，若双方确定台湾议题敢会影响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顾立雄认为，维持台海和平是美国既定政策，对军购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不管什么议题，美国总统可以跟我们的总统来对话，这个属于外交上的突破哦。但是我们就是。 比较会担心军购的部分会不会有所变化。赖总统已经在昨天的记者会中对外说明，台美沟通管道向来畅通，如果有机会，将反映台湾社会的心声。外交部表示，到时阵除了强调对于台海稳定，咱国政府袂委屈，嘛袂骄傲，维持现状，并会提起中国才是破坏者，也会表达希望对美军购会当持续进行。记者采访报道。 咱的国造厂水南海鲲号买手的医生是互在野提案甲冻结，大船就警告讲，医生若是无稳定，恐惊是会像进前空军 IDF 咧发展共款，就要加开军啊费经费甲时间。因为国防部长顾立雄就表示讲，安全甲品质是上界重要的。那阵这海鲲号会当照步来完成海测，希望医生也都爱来改动。 红号做是航南杀手的国产雄三反舰飞弹，将为东南外海。原来是中科院到平基地日一透早进行试射，要验证雄三飞弹。国防自主是一直强化，除了飞弹，各座舰舰
嘛咧赶工。国造舰舰海军号这个两个超雷射击测试完成，要拼7月交会。不止个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提案，要甲舰舰国造第3阶段后续舰119亿的预算全部冻结。台船发声明着警示，若是预算无稳定，可能会像空军 IDF 发展的教训同款。强调海军号是有战力，而且预计后半冬就要交会。对后续舰的建造有信心，强调还是在安全与品质的前提之下，然后符合我们的作战需求。那一旦完成海测，我们当然都希望能够动支相关的预算。顾立平强调，安全甲品质是上重要的前提。每一个国防自主，若是国造舰舰，政府嘛咧推动国内发展无人机的产业。不过，立法院国民党团质疑，特定无人机的厂商，还有执政党关系是真密。虽然支持强化国防，不过嘛会全力来监督相关的预算。现在我们大家质疑的是，百工百业变成军工业。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第一优先，都是这些绿油油。采购在各方面其实都是跨党派有清楚的监督，最大的国防弊案是发生在马英九总统的任期，我们也没有因为这样子认为国防不要继续升级。顾立平认为，无人机产业的零件甲系统整合，厂商有几百间，而且全台湾各地方拢有，强调社会自有公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已经连续10冬无受到邀请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虽然今年有11个友邦提案要互咱台湾用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也毋过落尾也是互否决。咱的友邦亲像秘鲁、贝里斯等等这些国家指出，拢是有人伫咧乌白解说联合国大会第27500号的决议，也有超过50个国家拢支持，应该爱互台湾参与国际组织。Taiwan should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and to meaningfully join in the meetings, mechanisms and activities of the WHO. 咱友邦巴拉圭伫世卫大会 WHA 搁再替台湾出声，呼吁爱护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主要是因为台湾已经连续10年无被邀请参加世卫大会。巴拉圭强调，台湾被排除伫世卫组织加世卫大会以外，已经伫全世界卫生预防加应变体系形成缺口。友邦保留贝里斯等国讲，连带2500号决议被曲解。Any attempt to invoke these resolutions to block Taiwan's participation is a deliberate distortion and mis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贝里斯强调，排除台湾等于是减弱应对共同卫生挑战的能力。除了梵蒂冈是世卫观察员身份，其他11个友邦拢替台湾出声。另外包括德国、日本、澳洲、法国、英国加欧盟这寡理念同款的国家，也拢替台湾讲话。超过50国的行政或者是立法部门，拢支持台湾参加 WHA 加国际组织。欧盟他清楚明白的说到，一中原则并非国际共识。并不是像北京所说，它是国际共识，所以说大家都应该要遵循一中原则，然后让我们台湾没有办法说去参与国际的组织。学者讲，就算有11个邦交国家提案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因国伫中国加巴基斯坦做伙反对 WHA 议员否决提案，强调北京以一中原则阻挡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已经违反世卫组织未绕高任何一个人的宗旨，才会引起世界各国一直替台湾出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风面的影响，包含桃园以北、新竹到嘉义的山区，拢会较高落雨。过到北部、宜兰、花莲，也有其他所在山区嘛，都要注意有可能会落雷公雨。今仔日各地拢是云高、湿、搁热的天气，日时高温会来到30至33度，尤其嘉义以南外山的所在，甲台东地区会搁较热。气象署也针对嘉义以南、甲台东5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的警示，有可能会热到超过36度，提醒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唔通着山。那即马日本因为这观光客上过济，对7月1日开始，无论是外国籍也是本国籍，只要对日本出境，这出国税要增加到日票3000块，等于是要加开400块的台票。而且退税制度有修改，部分城市也来调整大房税。不过，旅行社业者是认为讲，飞日本的航班也是真多，今年热天未形成，甲旧年是差不多。
都要休热，遮侪家庭要旅游，第一个选的就是日本。观光署统计，2020年的前2个月，台湾的旅客出国去的所在，日本占比是38.2%，是稳达达的第一名。不过，即马日本国税听上新的公告，红叫做出国税的国际观光旅客税，会对现行的日票1000差不多台票200，大幅起到日票3000，合台票差不多要600，等于是调起3倍。其实日本政府呢是打算利用这个出境税的可以预收的这个税额去解决部分的因为过度观光所造成的民怨的问题。目前规划出国税是无分国籍嘛，无分层点，不管是外国籍的观光客也是日本的公民，只要对日本坐飞机也是坐船离境拢爱搭。原则上是开票的业者对机票的时准票代收才交给政府。觉得还好，因为它只是一次性的费用。因为对于我们这种打工族来说，并不会一年要去到太多次日本。对贫困的人来讲，应该会有影响啊。就是看哪个国家比较便宜，就是往哪个国家去。除了3倍的出国税，日本有真侪城市拢实行调整大俗税，包括京都对3月开始，但相关的额度对日票1000增加到日票1万。东京、台北嘛拢有调整，也是有相关计划。另外，就免税制度未来改先纳后退，旅客要先纳8到10%的消费税，到尾对日本离境时阵，才当伫机是港口统一来办退税。各界嘛关注讲，新的制度敢有可能造成绩效替代效应，让消费者开始改选其他的国家去旅游。班机增加的非常多，那么所以说航空公司在票价的方面就没有像去年那么高，然后再来因为这个竞争的关系，那业者在包装产品的部分也有压低价钱，售价实际上跟去年是不相上下的。旅游高人嘛强调讲，日本的汇率真低，加上较好安排短期的旅游，个人的好感度是真悬，主要是对比国里，有其他国家拢真歹取代。另外包括泰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真侪旅游胜地，2026年嘛拢有观光相关税率的调整。到目前观光人数无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医美诊所逼出头翕的争议，卫福部启动全国医疗机构专案查核，目前已经查全台湾720间的医疗机构，有35间违规，中新北市有14间上济。再来看联合报。艺人林志玲原底要接文策院的董事，却因为对中国的立场引发争议，暂时宣布决定无要接任董事。落尾是中国时报，超微宣布要投资200亿美金，扩大甲台湾供应链的合作。专家表示讲，超微是想要学辉达甲谷歌，确保甲大厂的合作，确保产能是无问题。美国管制辉达的晶片出口去中国，严格咱的检方却是查出有人透过采购有甲辉达高阶晶片的超微电脑公司的 AI 伺服器了后，用不实的资料申报出口，走私去中港澳地区，初步估计这非法得利7500万。因为这3个人是已经获检方依照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嫌，申请羁押进行核准。美国为了阻挡中国发展 AI， 4年前开始启动辉达晶片的出口管制措施，不过煞有人来冒险。姓杨的男性等等3个人，透过买美国超微电脑公司有辉达高阶晶片的 AI 伺服器，涉嫌以假文件，甲伺服器的型号等等关键资讯甲改互掉，搁再出口去中港澳地区。检方20发动搜索，约谈3个人报案，照伪造文书等罪嫌上班。查扣搭载辉达高阶晶片之伺服器50台。以及手机、电脑、账册、名车与现金900余万元，以不实文件向海关申报出口，涉犯刑法伪造文书等罪，指挥海巡署基隆查缉队就被告3人住居所及相关公司等共12处执行搜索。检方发现已经有部分高阶 AI 伺服器出口去中港澳，估计已经赚7500万。专家分析，辉达的高阶晶片科技有真悬的运算能力，通训练大型的语言模型，也是使用伫军用电脑，是属于美国政府严格管制的战略物资。辉达的这个伺服器本身在算力上来讲，还是相对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中国这边当然就会想方设法想要来取得。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讲，就会有人可能就是冒着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贸易署回应，针对咱国战略性高科技的货物有出口管制的规定，无应该涉入互人要求的交易。违规的人恐惊会犯行政也是刑事法则，呼吁业者避免因为违规影响名誉也是家己的权益，而且也有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制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月，外送平台 Grab 是宣布要用美金6亿甲 Foodpanda 伫台湾的业务拢买落来。这案还阁伫咧公平交易委员会审查，不过立委就指出，这收购案都也未核准，网页说是已经出现台湾。也因为目前这 Grab 的董事也就是 Uber 的执行长，所以这个收购案是方质疑，可能会互 Uber 甲市场规划放弃。有消费者伫新加坡使用 Uber 叫车，点开 App 了后，就伫选车之下出现 Grab 二字。另外，嘛有消费者甲平台投诉讲 ，Grab 还未通过核准，嘛未当伫台湾使用。但是网页顶悬的适用地区说已经出现台湾，甚至有消费者伫即个月才发现 App 顶悬有出现你当伫看台湾会当用的服务。但公司新闻日一早起实测，已经无伫台湾服务的相关选项。Foodpanda 的母公司德国的 Delivery Hero。Uber 也在这个礼拜呢，急速的提升到19点多%，他们基本上就一个三角共犯。我不敢说他们联合垄断，但是他们是联合不竞争。外界嘛针对 Grab Max 和中国华为旗下的回游地图来合作，共享投资。反倒讲若是伫台湾开始使用投资案风险。Grab 回应讲，和华为之间的合作并无任何包括台湾市场，华为无法度透过和 Grab 的合作关系来督准台湾的投资，嘛无使用阿里云督准 Grab App 的相关数据，未来在台营运嘛拢会符合台湾的法规。但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质疑同款有风险，把台湾的外送员当成了未来可能的帮凶，它的图资收集是立体式的哦，它会进入到建筑物里面，不是只是街景而已。5年后的外送市场是不是能够比今天的市场更有竞争力、更有创新力？那这也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综合评估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样态。跟竞争有关的事项，或者是有那个违反公平交易法的情况，比如说是未经同意就先行结合的话，当然这个都会是我们去了解的事情。Grab 宣布收购 Foodpanda 伫台湾外送业务案，目前搁伫公平会的审理，对真侪争议。公平会表示讲，最近的车 Grab 搁做第2摆的补件。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北投因为有观光的需求，Uber是打算要伫遮试办用奥多摆来载人客。不过交通部是表示讲，按照公路法的规定，营业载客敢若限定公车、客运，也有汽车，是无开放互人用奥多摆来载人客。违规这驾驶上当是会当罚20万，平台业者上悬是罚2500万。台北市北投区是出名的温泉观光胜地，不过因为路势条搁真狭，真侪大型车无法度开去伫山顶。Uber 即阵按算伫北投试办机车载客服务，搁招司机加入，部分在地协会甲观光客拢表示真赞成。机车阿伯他在北投，他本来就居住在这里，所以他对这里的这个文化风俗民情很了解。他也还甚至可以兼做一点，就是有一点像导览的工作。我是从澳洲来的，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肯定有车送我们上去就更好，会比较方便啊，因为可以少走很多路啊。不过交通部是讲，根据公路法相关规定，营业载客敢若限公路汽车客运业、市区汽车客运业甲机动车客运业。其中机动车客运业是以4辆的小客车载客，无开放机车做载客工具，违规驾驶上悬会当罚20万罚款。若平台业者上悬会当处2500万的罚款，并吊销牌照甲驾照。计程车客运业来看，我们现行的规定大概就是只能用小客车来提供服务所以用机车载客服务这种在法规上是并不允许的。他们利用了台湾从日据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特殊文化背景，要去做切入点，我们给予非常的谴责。对这个代志，Uber回应指出，目前这个计划也搁伫咧评估阶段。交通部是强调，北投地区确实有伊真特别的历史背景，形成地方性的机车接送文化。台北市政府应该依自治条例，也是地方管理机制进行辅导甲管理。不过，无应该做全面开放机车载客的依据，通避免冲击即卖的运输管理制度甲公共的安全。记者采访报道。
国际消息，再来看中东，在美国总统川普是强硬要求伊朗要交出所谓浓缩铀库存，予美国来销毁。不过，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比尼却是下令禁止浓缩铀运送去国外，而且伊朗佮扩大对荷姆兹海峡的监管范围，打算要强硬来征收通行费，这是引起美国的强烈谴责。历史这情势是搁再加悬，也冲击着国际油价。对顶悬甲看落，德黑兰市区也是真热闹，也毋过市中心的广场甲建筑物的外壁，早就已经挂各种政治宣传海报。画面当中会当看到伊朗政府大大咧碰风，讲全国真团结对抗美国，甚至佮用口水的图来警惕美国总统 Trump。即卖又佮传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经下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袂当运出国外。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伫海上主权方面，也有新的战线。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伫社群平台宣布，即个时阵开始，伫荷姆兹海峡设海上管制区，甲范围扩大，甚至向南去到阿联的战略港口复杂伊下港。德黑兰强调，任何商船要通过即个管制区域，拢必须要有许可，而且也要甲人收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警告讲，安尼做恐惊会影响美伊谈判。No one in the world is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It can't happen.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It would make a diplomatic deal unfeasible if they were to continue to pursue that. So it's a threat to the world if they were to try to do that. And it's completely illegal, by the way. 荷姆兹海峡监管的范围扩大，冲突点搁窜出去，加上美伊双方的和谈，因为浓缩铀甲通行费即马搁卡掉咧，地缘政治风险加悬，也互国际油价搁在大震动。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以色列拜日，搁再对黎巴嫩的南部来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4个人死亡，而且也搁有碰到一间医疗中心。عندنا نقطة حد الغارة فسمعنا نحن بالضربة وبشرنا دغري بالعمل على سحب الجرحى والشهداء واليوم جينا لنكمل البحث عن بعض في مفقودين. 受到攻击的这间医疗中心是当地上大的医疗机构。虽然以色列甲黎巴嫩对10日开始宣布要停火45日到6月底，不过到今也是拢直传出攻击的事件。根据官方的统计，自3月初爆发冲突以来，已经造成超过3000个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也有上百万人是有路无厝。咱过来看到以色列的国安部长是公布一段影片，以色列的军方扣押一只加沙的救援船，甲船顶来自真济国家的职工绑起来，甚至是互因跪咧涂骹共拖咧行。这款酷刑的对待也引发国际谴责。华盛湾巴勒斯坦的口号，女子港头随互人饲伫涂骹。以色列军方20位援救加沙的全球经济军队，扣押400外位全球内的40个活动人士，真侪人双手互人绑起来跪伫涂骹。极右派的以色列国安部长班吉维尔也个翕影片，搭伫社群，口说因英雄变输啦。באו עם הרבה גאווה כגיבורים גדולים. תראי איך הם נראים עכשיו, תסתכלי. תראי איך הם נראים עכשיו. לא גיבורים ולא כלום, תומכי טרור. 所来红口的部分人士可能会防送去南部内阁府沙漠加工，这种粗鲁侮辱人的行为，遂引起国际舆论的议论。联合国呼吁以色列尊重活动人士的尊严，虽敢遣返。以色列总理甲外长嘛出来谴责，针对是不满以色列真阿爸，啊毋过国际煞毋敢追究责任。If they're doing that to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and people from South Afric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imagine what they're doing to the Palestinian people.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批评这种行为不文明，袂使接受。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克比是批评安尼真卑鄙。英国外交大臣库珀指责真见笑，包括意大利在内，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国外长，拢针对这件代志召见以色列大使，还有更较侪国家公开谴责。另外，以色列国会第20以110票对0票压倒性票数通过解散国会的初步法案。主要原因是极端正统派政党不愿兵役赦免法案一直无过关，放调提出任命。法案随后会进行3轮正式表决，一定上紧伫今年8月至10月提早举行全国大选。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
印尼是棕油、土炭等等这天然资源的大出口国，为着要抢救因的经济，印尼是宣布讲，未来这天然资源的出口，拢总要收转来，互国营机构集中管理，提悬税收。这新的政策恐惊是冲击到全球的供应链甲市场，引起外资的惊吓。这也害雅加达的股市大落，印尼盾换美金也出现历史新嘅纪录。印尼总统普拉博沃20日首都雅加达印尼国会大楼全体会议正式宣布实施大宗商品出口管制，规定伫经过3个月过路期了，包括棕榈油、煤炭甲铁合金这款商品，会收归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东南哈拉旗下国营机构集中管理。政府每3个月会搁增加纳入国家级商品。普拉博沃讲，新的出口法规，和政府会让国家有效管理天然资源出口，提悬税收。Yang saya pimpin juga hari ini memperkuat kebijakan devisa hasil ekspor melalui peraturan pemerintah devisa hasil ekspor dari kegiatan pengusahaan, pengelolaan dan pengolahan sumber daya alam。新措施也规定，所有的天然资源出口商自6月7日开始，要把所有的出口收入拢寄伫咧国有银行。政府希望用这道强制令，加外汇营收留伫咧印尼国内，充实外汇存底，稳定1.8印尼盾。新政策虽然强化政府对天然资源出口的掌控权，也搁煞互市场不安。雅加达国际指数20.3.5%，也若因为中东战争加美金行强的外在原因，1.8印尼盾是继续伫咧探底。伫咧印尼央行宣布升息2码进前，八盘到17748印尼盾对1美金的历史新低。股汇市拢歹，民众拢有感觉。Les pidatonya mungkin kurang aware tentang isu terkait dengan kurs rupiah ini, efeknya seperti apa. Menurutku salah satu hal yang paling aku concern adalah kayak harga BBM yang nantinya juga bisa makin naik, terus mungkin juga kayak banyak。普拉博沃讲，伫过去的34年，因为天然资源出口商品拢用正俗的价钱卖出去，一年的损失有到9080亿美金，差不多28条6000多亿台票的收入。不过新政策引起投资市场的疑虑，资金对资本市场外流出去，也加深经济前景的无确定性。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国际阁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德国总理向欧盟来提议，为乌克兰创立准会员新的身份，和乌克兰伫正做正式会员国进前，会当来参与欧盟部分的机构甲政策的协商。非洲的伊波拉病例增加引起国际关注。有一只法国航空的班机要飞去美国，却中途转港伫咧加拿大，原因就是机场有一个来自民主刚果的乘客违反着美国的防疫管制。南韩星巴克伫咧广州事件纪念日推出促销活动，说是引起社会批评甲抵制行动。目前案件也已经由首尔警察厅伫咧侦办当中。马英九基金会正爆出真无聊财政纪律的争议，不过前总统马英九表示讲，这调查要2个月拢无结果，被委托下令，还有金普聪等人赶紧对外来说明。同这个时阵，马英九的看手周美清甲伊的大姊马依南拢表示，希望马英九会当退休，已经准备替伊来安排医疗照护。说落来，这代志应该交予董事会来处理。因若红点名涉案的前执行长肖旭炎是强调伊家己的清白，也希望调查小组会当赶紧来公布真相。咱搁再来看到高雄高山分局一个姓蔡查甫警察，2日早起下班骑多摆时阵，因为无让过路人先行，去互巡逻的警察甲抓落来。伊虽表明家己是警察的身份，不过因为伊面红红，互要求爱做酒测，煞甲这巡逻的警员起冲突，这过程当中佮吹油门对警察的脚甲交过，当场互移送法办。那高山分局也随甲伊处分，寄一个大告换调其他单位。你看你敢讲啊？你敢讲一个理由一个啊？因为你面红啊！我啥面红我你笨啊！高雄这个穿青衫的查甫人讲话歹清清，就是无愿意配合酒测。这个查甫人姓蔡，今年58岁，因为2日早起骑多摆无让过路人先行，去互巡逻员警抓落来。伊随甲员警讲，伊是高山分局的警察，是家己人。不过伊不满面红红，就互要求酒测，看甲大细声。落尾随帮切无酒精分，却因为乌白配谈，无愿意配合去派出所调查，竟然油门吹落，就被人讲，甲现场警察的倒骹弄着伤。叫环保局打举报好不好？
不要！哎，你干嘛撞我？哎！依法将蔡男押至管束，并当场逮捕。蔡男虽然酒测值为0，全案仍依妨碍公务伤害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根据了解，洗出来10人进前就捌因为无在调控制情绪，去互民众投诉几落摆。那个归管考的对象，落尾嘛调去高山分局的警备队。而一早起，伊是值班线，准备要骑车登去处理。身为执法人员，对相关哪在勤务流程，应该拢正了解。即摆所发生这款代志，若放开交通罚单，高山分局也随调开考纪会，对伊做出定处。这个员警啊，他有严刑施检，且涉刑事案件的部分啊，我们经过考纪会。记一大过处分啊，然后列为教育辅导及汰除对象。那我们就调整服务地区。高山分局强调，针对环境违法违纪的案件，绝对严查严办，后续会加强同仁的法治教育及情绪管理训练，避免佫发生类似的代志。记者郭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台南有一个80岁老阿伯，因为无戴安全帽啊，互警察甲抓落来。而且这个阿伯伊酒测是有酒精的反应，互人要求拍落来时，想要爬起来，想袂到这警察竟然是摕安全帽啊起来甲伊牵，甲这老阿伯拍甲着伤。议员是认为这款的行为上过喊过，警方也承认这位警员情绪无稳定，会来甲伊处罚。远景摕安全帽牵老阿伯，台南大内区一个40多岁姓林的远景，街角发现将近80岁姓杨的老阿伯骑车无戴安全帽，一路热气骑街。因为阿伯经过酒测，确认有啉酒，互人要求拍落来时阵，佫想要爬起来。远景压制时阵，真侪该用安全帽甲讲，造成老阿伯受伤流血。阿伯倒来摕物件，家属当到遮，我嘛唔使家属来啊，就是我要去摕物件，唔好去。阿伯手还佫好讲假跋倒时的伤，有面代志伊即阵的时阵公布这个案件，因为阿伯无戴安全帽佮啉酒，确实有唔对。不过关键行为恐惊要执法无适当的所在。汽车酒驾被罚都应该，但是警员的处理的过程当中施暴的行为，我就觉得这个是不能容忍的哈。我们可以从影片看到，警员拿着他的安全帽连 K 了好几次。出来到这，伊讲一定爱个叫鼓嘞，无鼓嘞袂使。伊就一个叫你互你甲看，迄个安全帽一个就讲话。李立认为，警察虽然伫执法无应该这么粗鲁对待侪会人，对这代志，台南市警局坦白讲，远景确实有防卫超过甲情绪管控无好的问题，会进行处罚。经调查检视相关影像，对于人员防卫过当及情绪管控不佳之行为，依规定予以记过一次，并函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另从严追究相关人员考监责任。远景美容师执勤真辛苦，不过若是因为一时情绪等因素暴力对待民众，恐惊降低大众对警方的信任。警方表示会加强宣导，要求远景执勤的时阵讲话甲做一定要谨慎，加遵守相关的程序。记者采访报道。台中西屯有民众是发现讲，这人行道甲草埔仔内底竟然是有注射的蛇虫尖头，怀疑是有人食毒乌白片。另外，伫咧高雄林园的幸福公园，嘛有人伫咧草埔仔内底发现着蛇虫，目前警方甲卫生局拢已经介入调查。涂骹有真侪注射针，有一寡是用过，针头抑佫无砍挂，就连草埔内边也有。一寡废弃的注射针，全咧随便放伫咧路边，经过民众拢真紧张。当然是会怕，因为那些针头如果有去碰触到的话，那很危险。那不要去一些草丛啦，或者是说，到一些灯光比较照不到，自己也没办法去留意到这个地方，自己本身就要小心了。台中西屯凯旋离街，20有民众发现涂骹拢是废弃的注射针。或者是因为机会大，因为遮活台中的中央公园，常常有民众来遮运动散步，大家担心若无水质，有可能有人会去擦到，甚至感染。警方接到通报，随派监视人员到现场采证，现场也阁发现敢若是食毒品的K盘，警方讲内面可能有装毒品。经已带回鉴识、比对及送验，并同步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积极追查是否涉及毒品私用或其他不法形式，全案依法侦办中。另外，高雄有民众伫网络破文讲，伊伫林园的幸福公园散步，伫草坡看到敢若是因过注射针，因为遮常常有老人伫咧休困，囡仔伫咧耍，所以民众会担心。警方伫咧接到报案了，会加强附近的巡查甲查访。本所已立即派员前往查处，
并加强周边巡查及查访。后续亦将持续加强该处巡逻勤务。警方强调，接到报案了就介入调查，依法侦办。因那环保局讲，因为注射这类尖头尖糖拢是有害事业废弃物，不会当作一般粪扫随便弹。若无照规定清除处理，会依照违反费惩罚罚6万到1000万。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安南区有民众指出，因到附近的公车站暗时实在无够光，边个杂草佮发甲含人病悬，实在是有这风险来的。民代就指出讲，这款恐怖的公车站伫咧安南区上无到10个，互伫遮等车的人实在是袂当安心。市府也回应讲，会全面来检讨，赶紧改善。下晡6、7点，天时已经暗啊，路边敢若一拍电火咧光，但要斟酌看，根本唔知这是一座公车站牌。就家长伫社群平台无奈发文讲，敢是因查某囝咧训练伊的胆量力，因为现场唔若无啥物照明设备，甚至站牌边啊杂草发甲真旺，含人要病悬，暗时做日难免互人会心惊胆吓。地主咯，含整理无规个，迄含整理你的，若整理你的就加较清幽啊。草啊，早4早都会再来咧挂。如果周遭没有足够的商店啊，或是路灯来补足这个光源的话，确实这个公车站呢，晚上光线不足，那这个候车的人也感觉蛮危险的。这款恐怖的单车环境，就伫人口增加真紧的台南安南区，有民台譬想安南区像安尼公车站，上无有10座，那坐公车多数是学生和老大人，这候车的地点却欠缺基本的设施，连闸机拢无，要求爱紧升级设备。公车的距离大概1到2个小时哈，小兰你家整咖烈日曝晒这样1到2个小时，好，所以这个设备一定是要再升级，尤其这边比较荒凉哦，照明度不足的话，小朋友晚上放学回来走在这边是很危险的。面对地方怨叹，台南市交通局回应会全面盘点现有的公车站牌和周边环境。那后续公共运输处会再加强公车站位的巡检，那进行定期维护以及环境清洁的工作。交通局讲，台南市去年公车运量超过1678万人咧坐，成长超过5%。未来因讲会大大引入太阳能智慧站牌，提供及时的到站资讯，卖改善照明，提升大家等公车的品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文化部是推出拼台语巡回展说明计划成果嘛，公布新的规划。指出这台语家庭的参加对象，除了家庭以外，即嘛佮增加社群的类别，也就是18岁以上的朋友买当组队来参加，点数买当看年度来应用，伊买当鼓励少年辈用生活化的方式来传承台语。100岁定定是台语对人表达关心的话，为着要发展台语，对家庭开始讲台语。文化部自2004年推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到当注册超过3万人。有台语家庭肯定计划实行以后，有愈侪会当接触台语的活动，嘛希望爱有当地的制度支持。家庭当然是这个语言传承的起点，过来社群爱互遮的人找到伴，袂孤单。最后也是需要有制度长期来支持。文化部日一办拼台语巡回展，用展览向民众介绍台语，嘛要招愈侪人加入台语家庭，透过上台语意识培育课参加各种台语活动，来扣学习点数提奖金。今年的新规划是，除了家庭成员，18岁以上的朋友嘛，通以社群组队参加，另外点数改造会当下年沿用。部长表示，这几年上成功的，就是看到真侪台语作品得奖受肯定，未来会继续拼发展台语。台语毋是我的母语，但是我特别听到台语，就敢若我回到我的童年，甲人食板豆。我的台语讲甲无人知影，我是外省第2代。虽然咱即马要推动迄个台语家庭，就是安尼慢慢恢复。其实台语家庭计划嘛是国家语言发展整体方案的一部分。台语团体指出，今年就是方案的最后一年，因呼吁文化部爱赶紧公布新的规划，嘛就推出中长期计划。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的这种短期的计划，其实阮是更较望短期以外、中期、长期嘛会当，就是有一个全盘的规划，爱用更较侪的这个资源心力去投入伫个推动甲落实。若拼台语巡回展办伫台北上山文创园区，有活动游戏、情景体验，嘛有办讲座、台语讲故事甲音乐剧。后续也会伫台中和未来世代册展展出，希望鼓励少年人用生活化方式来亲近台语。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
卫福部去年10月通过14项加热烟，会当伫咧国内超商卖，不过并唔是全面合法。有民众出国时，就对日本甲韩国买加热烟回来。根据台北县的统计，对今年2月到4月是已经查到384件违规，违法的上少罚5万，上济是会当罚到500万。仓库架顶摆甲电满满的加热烟，拢是旅客回国伫机场互人查扣占坑的。根据台北县统计，2月到4月伫桃园机场查到违规炸加热烟的件数，总共384件，挖近28000条，对日本炸的上济，占86%，比第2名韩国的9%是关正济。出国朋友会请你带加热烟回来吗？有都会遇到。那你会帮他带吗？不会啊，因为还是有法律上的问题啊。身边的同事大概有70%的人在抽这个加热烟。那你知道从国外带回来是违法的？是的，我知道它本身来讲有一定的罚则嘛，只是说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台湾目前开放14项加热烟，甲4种组合零件，除了伫国内4大超商贩卖，今年2月嘛开放国内免税店会当卖。不过要是有袂少旅客对国外违规炸加热烟，尤其咱国的旅客上济，占89%，因为放伫手关行李就袂去用查到。罚款的额是5万到500万，所以只要从国外带回来就会被罚5万块。是国外带回来的，都是没有通过健康风险评估的加热烟，这是不准携带进来的。台北县提醒，旅客敢若会当炸国内合法通路贩卖的加热烟甲加热器，若是伫国外购买加热烟炸入境，一旦查到，上少罚5万，上悬500万。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大家看电子产品，真侪人会出现大眼睛的镜头。中国病院甲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合作，针对6万外个有大眼睛甲自体免疫系统问题病人来追踪10天，结果发现讲大眼睛会比自体免疫疾病诊断提早大约3天出现。医师就提醒讲，这大眼睛有可能也是身体免疫系统出问题的警讯。40外岁邱小姐是家庭主妇，平常时真爱伫厝诶看戏剧来度时间，毋过最近目睭定定打打，人嘛够疲劳，用人工诶目油嘛无改善，尾也去互医生看才知影，原来是得到自体免疫疾病，手机电视症候群，也就是人讲诶大扫症，食免疫压制剂了后，状况才大大改善。当时的话是只有人工泪液，但是没有改善，所以才说想说一起这样子看眼科，然后检查出来就是后来吃免疫制剂。大眼睛真有可能是身体出现自体免疫疾病警讯。中经病院甲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透过健保资料库，伫2011年到2020年中间，针对67000外位打诊断到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做10年的追踪，结果发现大眼睛比自体免疫疾病早3天去用检查出来。另外研究嘛发现，伫10种主要的自体免疫疾病当中，大扫症的大眼睛是占上侪人，有8%，其他亲像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红斑性的脓疮，也拢有占4%的比例，而且女性患者得到大眼睛的比例是比查甫较悬。自体免疫疾病呢，它会体内会产生许多不正常的免疫细胞。那这些免疫细胞呢，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除了攻击我们身体的器官之外，那眼睛呢也是一个很重要，他们攻击的这个目标。有这样子的资料库，提醒我们一些资讯，然后又有临床医师，他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全面性的帮病患把关。那我觉得就会。对整个医疗会是很有进步。研究团队讲，台湾40岁以上的大人有大眼睛的差不多5%到40%，伫咧所有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内底，大眼睛的比例是大大增加，平均每2个人就有1个人去得到大眼睛。所以提醒民众，若是长期感觉目睭打打、涩涩、雾雾，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才袂失去关键的治疗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司法部的调查显示，台湾的视障者会当上网的敢若50%尔。爱望基金会是呼吁社会各界应该鼓励视障者来学习使用数位工具，嘛建议政府应该来改善网页相关的设计。你想看这个风景，然后你就单独点2下。服务视障者爱望基金会有开所谓学习的课程，老师伫现场示范安怎操作手机甲 AI 辅助辨识，用用无基因来朗读。是足恐慌的，我真正家己乖1年，这1年的时间，我唔知哪过。手机的课程，就是因为安尼鼓励，我才知影原来
这个世界冇这种物件，会当这个软体，会当教阮看无的人。 会当去体验。根据所发布2024年的调查，视障者就网率干那50.9%，代表每2个视障者都1个人无法度用网络。那安尼，视障者伫网络买卖、叫外送等等日常功能的使用情形，甲看得到的人平均差20%以上，对视障者的生活自主影响真大。安那所发布的调查嘛指出，100个视障者内底，干那20个人会用手机仔的软体辅助，所以基金会推出数位科技学习计划，教视障者操作手机仔。 电脑，互视障者会当用网络找资料，甲亲戚50联络，落实数位边关。周遭或是身边有视障者的朋友或家庭，他们可以多鼓励视障者去，不要关在家里，不要觉得什么事情很困难学不会，因为我们的师资是很专业的。 基金会嘛建议政府都要改善网页认证码设计，避免干那外科设计变形，造成视障者常常卡伫这步。嘛，呼吁网页认证都要建立统一的规格，互视障者会当顺利加入所有的生活甲社会连结。记者郭金阳、王志刚台北报道。 Google 甲三星合作，即间佫再推出结合 AI 的智慧目镜，毋免动手就会当做真侪代志。毋过有专家也认为讲，当初是这智慧目镜就是引起侵犯隐私的争议。伫即马 AI 发展的时代，有可能会佫较严重。Hey, can you navigate me to the place I met my friend Gianna at last week? Hey Nishta, I've set your route to the Redwood Grove Nature Preserve from last week's hike. 甲目镜轻轻啊试一下，甲指示讲出来，就当完成生活大细项代志。Google 举行开发者大会，上是发表真侪新的产品，其中上方注重的，就是甲 Samsung 合作推出的智慧目镜。这副目镜顶头有镜头、听筒、麦克，会当哪做代志，哪甲 AI 助你讲话，会当带路、翻译，会当即时查环境当中的相关资讯。 事实上 ，Google 早伫咧2013年就捌推出用清的，也是用挂的装置 Google Glass。不过最后因为外界烦恼讲，这个产品可能会侵犯到个人的隐私权，还有电池挡袂久等等技术的问题，所以才无到2档就停产啦。不过 AI 强滚，市场竞争对手 Meta 佮推出智慧型目镜了后 ，Google 决定要重磅。不过发生社的分析，即马 AI 使用较侪个人的数据来训练模型，个人隐私争议可能佫会出现。 I'm particularly excited for what we are bringing right into the Gemini app. Introducing Gemini Spot. It's your personal AI agent that helps you navigate your digital life, taking action on your behalf and under your direction. 那是安尼 ，Google 嘛推出出 Gemini Spark 这项新功能，包括伫咧 Gemini App 顶头会当结合 Google 原底功能，包括敲找眼镜、地图、工作文件等等。 会当为敲找眼镜，直接安排生活的大细项代志，会当进入 Google 下底文件等等 App， 甲工课斗3工。Gemini 是 Google 主要的 AI 产品，目前已经伫咧全球有9亿个使用者，而且伫咧快速成长当中。公司新闻优派准编译。咱来看面家啦，有一只白化症的水牛，这毛草是变甲金，就好亲像美国总统川普的头毛同款，伫咧网络是引起真大轰动。 一只水牛乖乖啊徛伫咧遐，互主人家热头毛。详细看伊的头毛，敢若捌伫倒位看过。摕相片来比对，根本就甲美国总统川普的头毛同款。一只住伫咧孟加拉首都打卡郊区的水牛，体重700公斤，因为有白化症，大家顶的毛是金色的。主人家洗倒了，看起来就甲川普的发型同款。 因为伊的金头毛，主人的小弟改号名叫做川普，伫网络顶称红。 ডোনাল্ড ট্রাম্প না, এটা হচ্ছে আমার মহিষের প্রতীকী না। আমি 10 মাস আগে তাকে রাজশাহীর সিটি হাট থেকে কিনে আনছিলাম এবং ওর চুলগুলার কারণে আমার ছোট ভাই এই প্রতীকী নামটা ওকে দিছে আদর করে। আপনারা জানেন যে কুরবানি ঈদের সময় আমরা পশুকে আদর করে অনেকে অনেক নামে ডাকি, অনেক ফ্যান্সি নামে আমরা ডেকে থাকি। 为了要维持这只水牛的名称造型，当场的员工逐工替川普洗4遍身躯，也佫用乳啊、详细热2支角中的头毛，逐工拢吸引真侪好奇的游客专工来农场解看。因过因为参观的人伤多，水牛压力伤大，体重一直降来，所以主人即马开始限制参观的人数。当地官员讲，这种白化症的水牛真罕见。আমাদের এই বাফেলোর
কালো কালারের জন্য যে মেলানিন যে পিগমেন্টটা সেটাকে জেনেটিক মডিফিকেশনের মাধ্যমে প্রিভেন্ট করার ফলে এটার কালারটা সাদা হয়েছে বা গোলাপি রঙের হয়েছে। এটা আমরা ইউএসএ নেব্রাস্কাতে দেখতে পাই অথবা ইন্দোনেশিয়াতেও আমরা দেখতে পাই।我先下报道，孟加拉人口只有7000班，大部分拢是穆斯林。每年伫咧伊斯兰教的再生节，到时将会带来限制动物有超过1200万只，和一寡普通时无肉通食的较散食的家庭，会当享受到肉食大餐。一只水牛川普，到时伫月底的再生节，也会将这限制制品为大众奉献牺牲。公司新闻，但是同编辑。伫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中部地区25度至34度，南部地区24度至36度，东部地区24度至34度，还有外岛地区24度至29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